成語故事：塞翁失馬。從前，同胡人交界嘅邊塞地區住咗好多人。喺呢一啲人中，有一個老人家養咗一匹馬。有一次，佢嘅馬無緣無故咁走到去胡人嘅駐地嗰邊，即係差唔多走咗出國噶啦，都冇乜機會可以捉得返嚟噶啦。啲村民就即刻走嚟安慰佢啦，但係佢就好輕鬆咁話：唔緊要，咁或者都係一件好事呢。啲村民聽到之後，個個都拗晒頭，都唔明白佢點解會咁樣諗嘅。幾日之後，老人家嘅馬帶住好幾匹胡人嘅好馬返嚟，啲村民就走嚟祝賀佢啦。老人家又話：唔好高興住，話唔埋呢一件係一件壞事嚟噶。啲村民聽咗又都覺得好奇怪，呢位老人家諗嘢咁得意嘅，遇到好事就閉翳，遇到壞事又咁淡定，真係諗唔明佢。老人家嘅仔好中意騎馬嘅，有一日佢騎住胡人嘅好馬，一唔小心就將隻腳跌斷咗啦。啲村民聽講之後又嚟安慰老人，個老人家就話：咁話唔埋係一件好事咧。過咗一段時間，胡人進攻邊塞，村裏面健壯嘅男人都要去參軍。戰爭持續咗好耐嘅時間，去參軍啲人死嘅死，傷嘅傷，唯獨是老人家個仔呢，因為佢隻腳斷咗，冇辦法上戰場，所以執返條命。正所謂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雖然冇咗隻馬，但係你又點知道咁唔會係一件好事呢？當大家遇到壞事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灰心啊！話唔定好運好快就會嚟噶啦。而當大家遇到好事嘅時候，亦都唔好太大意喎，要隨時小心有壞事發生啊！